咱国内国外航空公司也陆续定出行动电源的规范。到底咱坐飞行机这行动电源甲幽闭的电池是要安怎炸、安怎修才好？咱即马就请苏眉为咱来说分明。是主播，最近在国内外拢有发生行动电源爆炸意外。韩国釜山航空今年1月甚至像行动电源伤过烧，造成飞机墜毁案件。所以讲到有真侪航空公司重新评估炸行动电源就飞机的限制。今日就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这行动电源甲电池炸就飞机是有啥物规定？头起先，咱先来看咱的国际航空，除了新宣布的禁止伫咧飞机顶使用行动电源充电，也有原本规定的炸起的锂电池的用量是要限制伫咧100瓦时以下，也若是100瓦时到160瓦时的，都要经过航空公司同意，上济是间内会当炸2粒，而且一定要注意哦，是间内会当放伫咧随身的行李内底，袂使脱温。也若是顶日啦，发生飞机墜毁意外，韩国最近是甲这规定缩了搁较严，若是袂使脱温，嘛袂使放伫咧随身的行李内底，是间内会当炸伫咧身躯顶。而且就飞机起来了后，嘛袂使甲你这个行动电源放起伫座位顶头的行李柜当中，甚至有一个航空公司是规定讲，爱用透明的塑胶袋甲底咧，充电孔嘛爱用绝缘的贴布甲搭起来才会使。这电池800款限制嘛拢无相像，到底倒一寡电池甲倒一寡行动电源会当炸就飞机咧？咱即阵做伙来看。咱头拄则一直咧讨论的行动电源，就是属于这锂电池的其中一部分，是会当炸就飞机的。也佫有是有锂电池的，亲像是电脑、翕相机即寡3C 的产品，拢是无问题的。毋过，就是提醒大家，一定要会记咧检查电池的用量，爱伫咧100瓦时以下才会使。也若是第4款，就是咱生活当中常接用到的大电池。这款大电池要炸就飞机是完全无问题的。也若是爱特别注意的，就是这款第3种叫做盐酸电池。这款电池嘛，常常互人摕来当做充电电池使用。不过伊的状况是较无稳定，就较危险。不过咱即阵伫咧市面上买到的一寡较俗的会当充电的，亲像是小型的电风、手电啊，也是甲头毛做造型的头毛叶啊，这内底用的拢有可能是盐酸电池，煞毋是锂电池。所以讲要炸就飞机进前，一定要特别检查。一寡每一项细项物件是拢有可能会造成飞行安全的危险，都要靠大家斗阵维护。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就到这，咱甲镜头转转去给主播。